普瑞事务银行的工作同仁将募集到各企业赞助的物资整理好，放伫咧协会门口冰箱，等待有需要民众免费索取。安尼除了会当帮助到有需求的民众，更会当减少食物的浪费，将简单的食物化为无简单的爱。我们普利关怀协会呢，这5、6年来呢，一直在关怀弱势。在这过程里面，我们发现到有时候呢，给他真正最好的帮忙呢，最适当的帮忙呢，就是提供食物。也就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呢，我们在2019年，也就是在108年的11月份开始呢，我们就成立了食物银行。那希望借着食物这个媒介呢，能够关怀更多社会的这些边缘的一些家庭呢，所谓的脆弱家庭。借着这个食物，给食物的这个媒介呢，能够真正发现他们的问题所在，甚至给他们一个引导。所以呢，食物银行呢就这样应运而生了。协会长期默默付出，嘛得到真侪民众以及企业团体肯定，做伙加入志工甲捐赠物资的行列。我看到我们的许多邻居，他们真的过得不大好，所以。有一天我发现普利在这边设了普利，然后把这个有许多的食物的东西让他们可以分享给他们，所以他们都很高兴的来拿。我觉得这个工作这个单位非常好，很多的企业就一起来做这样子的一个公益啊，甚至像家乐福啊。他就把一些即期食品呢提供给我们，我们经过社工的整理之后呢，就可以把这些食品呢，快过期的呢，当成另外一个公益品呢，转赠给需要的人。好，否则的话，在超市里面可能有一点苹果有一点撞伤，它就会丢掉。但到这里来，我们不会把它丢掉，我们不会把它重新整理，然后给需要的人。普利食物银行目前伫咧新营区以及东区，拢有食物银行的据点。未来伫嘉义区的据点，嘛正咧筹备当中。目的就是希望会当照顾到更侪弱势边缘户。普利关怀协会嘛欢迎想要捐赠物资，也即是有物资需求的民众，前来台南市东区大同路2段61巷6号询问了解。普利社区冰箱，简单的食物，不简单的爱。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。好，谢谢。